大家好，我係 Candice。今日呢條片呢，係可能呢會改寫咗你對現實嘅理解，咁係一個好有趣嘅話題。有冇試過呢？明明記得有一件事係咁樣，但係現實又唔係咁。明明記得過去冇去過呢個地方，但係又覺得點解好熟嘅呢個地方。明明生活一直都好滯好黑仔，突然間有一日又乜都順晒，甚至有啲人你會覺得呢個世界好似有啲唔同咗添。咁好多人以為呢啲係記憶力差咗、壓力大或者幻覺，甚至以為係自己穿越咗。但係我好想同你講一個真相，其實呢啲唔係穿越，亦唔係記錯，係因為你用緊顯化，無意間將自己換咗一條全新嘅時空線。今日我就用呢條片，我會同大家去解釋同埋講清楚點解會靠顯化可以跳去一個更好嘅時空線呢？7個最真實、最常見嘅跳時空線嘅徵兆啦，同埋點解記憶同現實會對唔上呢？係講3個簡單嘅故事俾大家聽下，同埋點樣去主動顯化，去穩定留住喺一個好嘅時空呢？咁呢啲內容我哋而家就會即刻同大家分享啦。首先，我想講一個好多老師都唔會公開講嘅重點，平行時空其實係唔係科幻呢？其實呢，唔係一個科幻，只係一個每一日都發生緊嘅事。每一日呢，你都有一個選擇，每一日你都有一個念頭，甚至幾萬個念頭。每一個選擇，每一個念頭，每一個頻率都對應翻一條唔同嘅時空線。呢條線可能係你覺得好窮啊，好大壓力啊，內耗啊，運氣差。跟住第二條時空線，其實你係好有錢啊，好順啊，健康，而且關係好美滿。咁你以為你去穿越先至去到咩？唔係，其實呢，顯化本身就係跳時空線啦。當你嘅頻率改變嘅時候，你就會自動跳去一個相應嘅時空線，去變成一個現實。你唔需要去特別做一啲任何嘅儀式，亦唔需要乜嘢高科技嘅太空船，只需要你喺內在改變，宇宙就會自動幫你切換畫面噶啦。而大多數人呢，佢哋跳咗去更好嘅時空，仲以為自己喺度有幻覺啦、記錯啦或者巧合。咁以下呢，就係有7個徵兆。如果你中咗2個以上呢，其實都代表呢，你已經成功切換緊時空線啦。第一呢，就係記憶同現實係明顯對唔上嘅。你明明呢係好肯定某件事、某句話或者某個物件係咁嘅樣，但係呢，現實入邊好似完全都唔同。跟住唔係你記錯，而係舊嘅時空記憶仍然殘留喺你嘅身上邊。第二，現世界好似變光咗，同埋變清咗咁樣。以前覺得灰灰暗暗，但係點解某一日起身嘅時候，又突然間覺得個光線好晒，顏色好鮮明，心情又覺得莫名咁好。呢一個呢，就係去咗一個高頻嘅時空。第三，以前你係會覺得好在意嘅事，突然間覺得唔需要再在意啦。跟住舊嘅時空，你可能會好煩，或者好嬲，或者會好執着。新嘅時空，你又突然間會覺得，咦，呢啲係小事啦，有乜所謂啊？跟住頻率又提升咗，跟住其實呢啲就係自己跳咗線啦。第四，爛人爛事自動遠離啦，貴人突然出現。咁舊嘅時空，好多小人，好多是非，同埋俾人欺負。突然間，咦，新嘅時空好似小人都自動消失咗，莫名其妙咁樣有貴人出現幫助你。咁呢啲咪就係切換咗新嘅時空線咯，就係好明顯嘅證據啦。呢啲第五，明明
未去過嘅地方，但係又覺得自己好強烈，覺得係去過，或者你第一次去過呢間店嗰條路，或者你第一次去嗰個地方，但係你又好肯定覺得自己好似嚟過咁樣。咁呢一個呢，就係時空線入邊嘅記憶同步咗啦。跟住第六就係睡眠、情緒、身體突然好轉。以前呢，你可能長期嘅痛啦、瞓唔到啦、情緒差啦，突然之間你就好轉咯，醫學都好難解釋。咁因為你就係換咗一個健康版本嘅自己啦。第七，願望莫名其妙咁樣實現咗，唔使努力。你以為以前自己好努力做先至得，跟住而家突然間放鬆咗，反而仲自動嚟得好快添。咁呢個就係你跳咗去一個已經實現願望嘅時空線啦。咁而家呢，我呢就再簡單咁樣講故事俾大家聽下。咁第一個呢，就係辦公室入邊嘅故事。咁呢，有一個人工作入邊呢，成日都會俾同事針對啊，或者上司針對啊，返到公司覺得好似返地獄咁慘，跟住好多嘢做啊，而且每一日返工都覺得唔知幾時先放到工嘅感覺。但係呢，跟住佢呢，放鬆咗自己嘅心情，然後每一日都諗啲好嘅事，結果呢，就用一個輕鬆嘅態度返工嘅時候呢，就切換咗一個好嘅時空線喎。突然間有一日，所有老細又唔會針對佢啦，同事呢又對佢好咗啦，咁然之後佢嘅工作好似突然間變得輕鬆咗，容易處理咗咁樣。咁只需要呢，堅持幫自己咁樣3星期，都將一啲好嘅事諗好啲，同埋將自己嘅焦慮放低呢，結果奇蹟真係發生咗啦，佢所有嘅嘢都順返啦。跟住再同大家分享第二個發生嘅事情，講一個做銷售嘅男人，佢之前呢，其實呢長期都係受到一啲金錢嘅問題嘅困擾，咁開單又好難啊，客戶都好猶豫啦，每一次同佢開單嘅時候，好唔容易先至開到一張單，跟住錢一嚟到呢，佢又突然間儲唔到錢，唔知點解就會使晒啦啲錢，咁每一日呢，佢都好焦慮，焦慮到瞓唔到，結果呢，呢個人呢，佢呢就用一啲靈氣嘅治療方法啦，咁去幫助自己提升能量啦，做咗金錢靈氣啦，同埋一啲顯化嘅練習。咁跟住佢就將自己嘅心情去放鬆咗，而且將自己嘅頻率呢都調節咗去一個輕鬆同埋愉快嘅心情之下去返工。結果2個星期之後呢，佢就不可思議嘅事情就發生咗啦。佢就發現自己呢突然間焦慮好似冇晒，跟住以前見一個客會好緊張，又驚失敗，跟住又驚好難簽單，點知佢嗰日突然間變好咗，淡定咗，而且突然間有力量，而且個客仲要介紹其他客俾佢，叫佢去同佢簽單添。咁佢之後再主動去揾其他嘅客呢，都容易簽到單。咁呢一個呢，就係亦都係代表咗佢當佢自己去改變自己嘅頻率嘅時候，或者想自己去提升嘅時候，佢都做咗一啲實質嘅事情去幫助自己，而將時空線到最後輕鬆咁樣切換到。咁結果佢周圍嘅環境、周圍嘅頻率都改變咗啦。咁佢突然間呢，連佢所有突然間要支出嘅嘢呢，都減少咗好多，收入呢仲翻返嚟，而且仲可以儲到錢添。嗰位男士佢都覺得，咦，我係咪真係突然間有奇蹟發生咗？咁其實呢，佢係跳換咗一個時空線，而將所有事情去顯化咗啦。第3樣嘢呢，就係一位媽媽同屋企嘅關係呢，同埋老公嘅關係都唔係咁好，咁而且互相指責啦，同埋冇溝通，同埋冷戰，每日呢都好似婚姻上都覺得好痛苦，自己好想去改變呢件事呢，佢就做咗一啲肯定句同埋一啲放鬆嘅冥想，然之後呢佢就將自己個心情切換咗去一個溫柔啦、體貼啦、有愛嘅狀態之下呢，去
堅持去到第3個星期之後呢，佢就話佢自己嘅老公呢，突然間呢，平時係晚晚都出街唔願翻屋企，而且翻到屋企對佢態度差嘅。咁突然間每一日呢都好準時翻屋企，而且主動呢太太去煮飯，主動去關心佢，同埋都覺得自己以前嘅態度唔好，想同佢修復關係。呢一個呢就好似將呢件事180度咁樣扭轉咗。咁其實呢本身呢就係因為個太太佢自己好想改變，而佢將佢自己改變呢種決心亦都付諸行動咁去做，結果佢就將時空線呢亦都改變咗啦。重點就翻嚟啦，咁點樣呢？唔好亂跳呢？同埋要穩定咁樣留喺一個有錢有信又健康又美滿嘅生活時空呢。咁我就教你3步最有效而簡單嘅方法。第一步就係要接受舊現實已經係消失咗，唔好再回望翻以前嘅痛苦、困難同埋難人難事啦。你一回望就會被拉低去翻去舊嘅時空，呢個要留意。第二步就係每日都要講3次，我已經跳咗去一個好好嘅時空線，我所有嘅願望已經喺呢一個時空線度會實現。第三步就係放鬆，允許宇宙嘅運作。如果你越緊張越懷疑，就會越跳翻去舊嘅線度啦。如果你越放鬆越相信，穩定你嘅能量，咁你就會跳咗去一個新嘅顯化時空線。顯化呢唔係改變將來，而係跳去已經好緊嘅嗰條時空線。咁所以呢，下次呢，你再覺得記憶同埋現實有啲唔同，世界好似唔同咗，同埋生活好似突然間變順咗嘅話呢，你唔好呢再以為呢啲係幻覺啦。你又唔係喺度穿越，而係你成功顯化咗，換咗一個新嘅時空線啦。咁如果你再想更深層咁去學習，主動跳去一個有錢又有運嘅時空線，又想穩定更高嘅頻率，唔好掉翻去落翻去以前嘅時空線，用科學嘅方法，用靈氣啦，同埋加顯化啦，去迅速咁樣將自己顯化落地，同埋清理阻礙你負能量。咁要繼續追蹤我嘅頻道啦，會一步一步咁樣教你點樣可以調頻啦，同埋顯化啦，同埋點樣可以做遠距離嘅治療，亦都可以幫助大家提升頻率，穩定新嘅時空。我係 Candice， 咁係會專注教你用能量去顯化，同埋創造真正自己想要嘅人生。咁記得要訂閱、點讚同埋開小鈴鐺，咁我下次會繼續帶你去揭開現實同埋顯化嘅秘密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咁如果大家都鍾意我嘅頻道嘅話，請你哋按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多謝，拜拜。